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。阿姊，你看，也足闹热。哦，台顶当咧搬布袋戏哦。布袋戏。要知结果如何，且看后回分晓。啊，我也未看够困呢。你好，我是乐乐，你足厉害的呢。这款布袋戏，敢拢是你搬的？是啊，有这布袋戏拢是我搬的。乐乐你好，我是台北舞戏馆馆长。欢迎来到台北舞戏馆。乐乐你好，欢迎来到舞戏的世界。欢迎来看舞戏。舞戏，恁敢毋是布袋戏？无毋对，我是布袋戏红啊。曹老师用布袋戏戏红啊演出的戏，就叫做布袋戏。又毋过咧，哎呀，讲遮济要创啥咧？乐乐，我甲你讲哦，只要是舞师用我演的戏，就叫做舞戏啦。毋若布袋戏哦，像背狗戏，也是咖喱戏遐的，嘛拢是啦。舞师，迄是啥人啊？负责操作阮戏红的人，就叫做操舞师，嘛叫做舞师。不管是动作，也是声音，拢是舞师表演的一部分。哦，我来找看卖，舞师伫倒位？啊，找到你啦！对啊，那安尼讲，安尼我伫厝里用布红仔办公会啊，敢嘛是咧演舞戏？这是当然的嘛，乐乐嘛是小小舞师哦。不过你的红仔敢有生了比我较缘投？你真好笑诶！哎呦，无礼貌哦！我是抽工，抽工就是负责敬舞人的啊。好啦，莫艰苦，你上缘投啊！多谢多谢，我会当有今仔日，拢会感谢我的阿爹阿娘。乐乐，咱莫插言，你敢要去看卖布袋戏是安怎完成演出的？好啊好啊，行！哎，小等一下哦。舞台顶用红仔咧表演的人是舞师，那呢拼遮的人是啥人咧？布袋戏演出的时阵，除了有舞师伫后台操作戏红仔进行表演，阁会有乐师。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摇看卖，乐师的工课是啥？1. 演奏乐器；2. 主持节目；3. 分礼物。答案是1. 乐师负责演奏乐器，戏剧演出的时阵才有配乐通欣赏。哇哦，足了解咧，乐师足厉害。不过这个乐器我哪会拢无看过？这个拢是传统乐器哦。乐乐，试开关切啊，试看卖是啥人咧发出声音？好啊。我发现各种乐器的声音听起来真正拢足无共款呢。演戏的时阵，乐师会照戏台顶的剧情演出无同的音乐，互人更加进入情景哦。换我来，我会分品啦。戏台顶有舞师甲乐师。舞师负责操作戏红仔动作甲台词，乐师负责演奏音乐。那安尼，敢阁有其他的人？制作戏红仔甲大舞台嘛是大工程哦。先是布袋戏，阁会有操作声光、音效的工作人员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才会当演一出好戏。我嘛想要学安怎互红仔领导，我嘛要做舞师。安尼，咱去请教馆长，请伊教乐乐安怎操作戏红仔。好啊，好啊。嗨，乐乐。馆长好，你敢会使教我用红仔演戏？当然嘛会使。你看，我桌顶传的就是布袋戏红仔。乐乐刚准备好，要做一个小小舞师啊。我准备好啊。你看。大家紧转去戏台前，乐乐好戏要开演啦哦。
Hello，我是乐乐，我会点头，我会手，紧来走哦！乐乐，你拄只演了袂歹呢，是学得会晓哦。我听讲遮阁有其他的翁仔，应该嘛拢伫遮。当然啦，遮除了布袋戏以外，阁有皮狗戏、牵线咖喱，甲世界各地来的戏翁仔哦。皮狗戏，倒位？我要去看。哇，这敢就是皮狗戏？这是皮狗戏翁啊！乐乐，你看，这讲的是一个和尚到西方取经，沿路拄着妖怪的故事。我看卖哦，遮有唐三藏、猪八戒、孙悟空。我知啊，这是《西游记》。无毋对，不过遮的翁仔哪会袂叮当咧？想要互皮狗戏翁啊叮当起来，秘密伫后壁。你看，皮狗戏翁仔的背后用棍仔固定，棍仔只要动一个啊，就会当做动作咯。我来，互我来试看卖。哎，我是乐乐，看我会练刀魂。嘿，我阁会车笨斗。多谢大家来看我演戏。乐乐真正是一个好武师呢，毋但会晓人布袋戏，连皮狗戏嘛可你袂倒。那是当然咯。这种皮狗戏翁仔，哪会世到有淡薄仔恐怖？这是印尼的皮狗戏翁仔哦。因的头尖尖，看起来敢若宇宙人。啊，遮阁有目睭戴甲足大蕊，目睭足红的迄翁仔，因是毋是真忝嘛？我啥不过是嘛，想要叮当之人嘛。无共国家地区的戏翁仔，毋但面貌啊无共款，样式嘛有争吵哦。你看，印尼的戏翁仔，甲乐乐你拄则操作的翁仔比起来，实际是毋是较无遐演呢？有影呢。也毋过阿姊，我发现无共戏翁仔操作方式，真正拢足无共款呢。像布袋戏是爱甲手拢入去做动作，啊皮狗戏是抽棍仔，互戏翁仔顶当。毋但有皮狗戏甲布袋戏哦。乐乐你看，这只好是咖喱戏翁仔，佫叫做牵线咖喱。这种戏翁仔身躯顶会绑线。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约看卖，安怎互好咖喱叮当起来？1. 操控线索啊。2. 对翁仔唱歌。3. 对翁仔分开。这简单，答案是1。好身躯顶绑线，抽线索啊就会叮当，所以答案是操控线。无毋对，好的身躯顶绑线，线顶头有棍仔、海棍仔，会用伫共时间，互真侪条线做出大动作。若是单独抽其中一条线，好的动作就会较细。有影呢，遮阁有绑真侪线的咖喱。想要做咖喱戏武师是无遐简单的哦，要经过真长时间的训练才会当出师。嘿嘿，咖喱身躯顶的线遮侪，一定爱细腻，才袂互线低调咧。行，咱过去看卖对世界各地来的翁仔。嗨，我是乐乐，你是对倒位来的Bonjour，我是对法国来的茶翁仔，我叫做 Gigno。我咧是为匈牙利来的茶翁仔人，茶翁仔人，恁敢是用插头做的？无毋对，我甲我的朋友拢是插头做的哦。恁好啊，真欢喜甲恁熟识。哇，遮哪有遮侪佚佗物？奇怪，啥专五戏馆内底会有遮侪佚佗物啊？想要另外人戏翁啊，就需要有另外的镜头啊。五戏馆内底有真侪互动设备，利用佚佗物训练，就会当成做一个镜头啊另外的武师。看我的厉害！乐乐，原来你伫遮，你操控的大象翁啊，动作真正足另外。哈哈，互你发现啦，我要比去别个所在。找到啊，伫遮。啊，哪会阁去互人发现啊？
这是非洲大叉翁仔。非洲有一个叫马里的国家，马里人会用动物叉翁仔举办庆祝活动，举办仪式祈求落雨。细只翁仔徛伫大只翁仔顶悬，感觉足厉害的呢。哈哈，我嘛变做翁仔。台北舞戏馆真好耍，内底有真侪戏翁仔，用手弄翁仔，就会当互翁仔振动。原来全世界拢有无同的翁仔，有的所在阁会用叉翁仔人演出。印尼甲台湾拢有配交戏，但是因生甲真无共款。我阁知影布袋戏演出除了武术以外，阁有乐师的功劳，因为伫后台演奏乐器，互咱会当欣赏趣味的演出。嘿，莫着急要走，影片还袂煞哦，紧来甲我做伙，甲馆长学人翁仔。馆长人翁仔教授，小朋友，安尼阮即马要来教大家安怎人布袋戏翁仔咯。这个布袋戏咧，伊其实是有穿，就是有分衫甲伊的内体。互大家看一下伊的内底生做啥物款。这个布袋戏翁仔，若是甲伊的衫脱掉咧，内底就有一个较粗的布来做伊的内体。这就是为虾米伊叫做布袋戏，就亲像一个袋仔的外形。那安尼你咧操作的时阵咧，咱看一下伊的颔棍仔，伊是有一个孔的，所以你的机仔等下就放入去这个孔内底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我见咱的身躯，这个布袋仔的手，咱叫做内手；而咱外口的叫做外手。倒手同款，这是内手，这是外手。好，伸出你的手，这个机仔拄则有讲吼，是放去颔棍仔内底。安尼，这个大头母就放去内手，另外三支手指头啊放去伊的外手。先把机仔放中央，用大头母控制内手。另外3个手指头啊是外手。咱即马来做简单的动作，收起来了后，伸出你的外手，会当做一个下手的动作。佮会当创啥？爬墙、切竿、点头、点头、下手。另外，甲各位安怎来走票？首先，咱布袋戏伫舞台顶。伊会先做一个踢腿开开，好，准备运功夫啊！下落来，走标的时阵，你着中下摆动 ，1 2 3，好，就走起来啊，走起来！戏翁仔走足紧呢，足酷的。佮有另外一种哦，是开开，等下你的手用手腕来准备 ，Go， 紧走哦！酸哦，但是今麦是示范，所以我伫原来的所在。OK， 停落来，好，简单，甲各位这几个动作。小朋友，你敢嘛也会晓人翁仔，互戏翁仔叮当啊？你介意看布袋戏，也是配狗戏咧？紧写批来录批箱，甲我讲你介意看啥物戏？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型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型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，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。妈妈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哈哈哈哈。